有個諗法，就係食素嘅人咧營養好唔均衡喎。咁究竟食素嘅朋友點樣食先最好呢？ Sharon 你好啊， Hello. 我想問咧嗱，我知道你食素啦，你係營養師喎，多唔多人同你講咧話食素會令到營養唔均衡㗎？其實已經越嚟越少啦，因為聽到話素食咧，而家啲人都會有好感嘅。一般佢話啊，食素咁好啊咁樣，咁同埋咧素食係減碳環保嘅，所以而家好多人都會嚮往素食啦，亦都開始係轉食素嘅。咁當然啦，都會有人嚟到話啊，我唔識得點樣食得均衡健康喎，可唔可以學下點樣食素啊咁樣咯？咁如果要營養均衡嘅話，有冇話每日要食啲咩咁㗎？係啊，我哋可以嘗試咧，每一日食12種類嘅植物性食物啦，可以提高多元化，咁樣先可以幫助我哋咧滿足我哋每一日嘅營養素需求嘅。咁喺宏量營養素上面咧，我哋就要食碳水化合物啦、蛋白質啦、脂肪啦同埋纖維素。咁微量營養素方面咧，可以特別注意嘅係 B12啦、鐵質啦、鈣質啦、鋅質啦，同埋 Omega 3等等呢啲營養素嘅。萬一營養唔均衡嘅話咧，健康會出現啲咩問題㗎？咁如果營養唔均衡咧，通常會比較攰啲啦，個人咧皮膚會比較暗淡啲或者係黃啲嘅皮膚啦，仲會有免疫力低落嘅情況啦，比較容易病啦。咁跟住咧就會有營養素嘅缺乏喎，即係微量營養素嘅缺乏，好似鈣質同埋鐵質咁咧，就會容易有骨質疏鬆啦，或者係貧血嘅情況啦。咁中意食素嘅朋友咧，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咧？有嘅，咁我哋可以咧喺一個星期裏邊咧食夠25至到35種嘅植物食物嘅喎。咁因為咁樣嘅多元化啦，可以讓我哋吸收更加多嘅植物營養素。咁舉例啦，如果係冬季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多啲食根莖類嘅食物。咁根莖類咧，其實佢嗰個營養密度好高㗎，譬如係一啲紅蘿蔔啦、白蘿蔔啦、蓮藕啦、紅薯啦、薯仔等等。咁我哋咧可以煮佢啦、燜佢啦、煲湯啦，或者係焗佢嚟食都得㗎喎。咁仲有咧就係植物性嘅蛋白質啦，呢啲都係屬於低脂蛋白質嚟嘅。咁可以咧係專注喺豆類啦、豆製品嘅喎。咁好似我哋平時有飲嘅豆漿啦，仲有豆腐啦、毛豆啦，仲有其他嘅一啲用豆製品嚟做嘅，譬如我哋話素雞啊、素鴨啊嗰啲都可以嘅。咁另外咧就係納豆都係呢一啲好豐富蛋白質嘅食物來源啦。如果煮飯嘅話咧，仲可以加少少扁豆啦，或者係藜麥落去咧，都可以提升到我哋植物來源嘅蛋白質吸收嘅。咁仲有咧就係要記住有菇菌類啦，同埋藻類嘅。咁藻類咧入邊有豐富嘅碘質咧，對我哋新陳代謝好重要嘅喎。咁例如啦係裙帶菜啦、紫菜啦、海帶啦，我哋都可以做嚟食噶。唔該晒 Sharon。嗱，只要識得揀嘅話咧，食素嘅朋友一樣可以吸收到充足嘅營養㗎。